港龍小知識，預防白蟻三大招。白蟻呢啲陰濕嘢真係好鬼麻煩，成日靜雞雞蛀爛你啲木家私，等你發現嗰陣已經蝕到穿晒窿。與其到時先嚟肉赤，不如而家學定幾招防蟻功夫啦。第一招咧，最緊要係控制濕度啊！你知唔知白蟻最中意濕漉漉嘅環境？咁所以咧，廚房同埋廁所咧一定要保持乾爽。潮濕天時一定要開抽濕機，最好將濕度 keep 住50%以下。每日記得開窗通風，唔夠抽氣就要裝把抽氣扇。第二招要定期檢查，每個月都要抽時間睇睇啲木家私、地板同埋門框，睇下有冇細細個嘅窿，有冇木糠粉堆積，仲有試下敲落去聽下有冇空心聲，睇下有冇泥狀嘅蟻路，呢啲通通都係白蟻做嘢嘅證據嚟。早啲發現問題就可以趁未嚴重之前搞掂佢。如果都係搞唔掂啊，就要用到第三招，就係揾專業滅蟲公司。對於白蟻問題較嚴重嘅地方，或者屋企有大量木質結構嘅情況，建議揾專業滅蟲公司幫手。專業人員會根據房屋結構係關鍵位置，施作防蟻處理。而家啲藥好安全，對人同寵物都冇害，藥效仲可以維持好耐添。記住啦，防白蟻最緊要係勤力同堅持。與其等啲心愛家私被蛀爛先嚟後悔，不如而家就做足預防功夫。有需要記得揾我哋專業滅蟲團隊，24小時隨傳隨到，幫你解決重重危機。